也来交通部气象署昨昏是有到立法院进行专题报告。气象署表示，咱台湾伫过去100年以来，温度有加1.5度，落雨日子嘛有减少。不过呢，这总雨量是差无偌济，这就表示讲，伫短时间内的雄降大雨、强降雨的机会是增加的。所以政府即马要加强预警系统的传感性。另外呢，报告内底嘛讲，民众的应变能力嘛需要训练。香港和台南客家宫庙伫31暗时办的联欢会现场路苍苍，民众讲迄时阵亲像咧靠风台。我当了雷公死啦！我这啊来咧，啊就雨足大个咧，砰砰叫，风也大咧。安尼哦。哦。迄那食饭有受着什么影响无？食饭啊都很羞羞的啊。倒啊无飞，但是倒啊，阮话拢无去怎阮怎，搁连后雨落了，我嘛是搁来食。啊，停了那个。继续，因为阮无留奖品，阮要搁继续留奖品啦。过去24点钟，全台落雨上济所在，就伫台南市北门。气象署分析风面影响，会有短延时强降雨，车子对转雨。针对顺期要到位，7月1日起，气象署也到立法院进行灾风预警专案报告，推估未来天气整体出现冬天变短、热天变长、极端高温发生频率增加，极端落雨强度甲频率也拢增加。防灾的角度来讲，我们叫做这个最后一里路，一定要到民众他能够做反应，很多是要透过演练的方式，或者是还有一些救难的措施来加强整个的合作。面对离会质疑，不过大部分民众依然无建立防灾意识，极端天气之后风险依然真悬。气象署表示，未来加强甲地方合作肯定。专家认为，因应极端天气，美国已经要将大风台分级，各有关等级提醒，台湾应该要有应对。飓风，他们美国分为5级，他们最近要研议多一级6级飓风。好，那台湾来说的话，就是只有3种。那我也建议说，未来应该可以讨论说，是不是再把台风的等级分得比较细一点点。专家认为，暖化会让未来风台数量减少，不过强度偏强。未来侵台的风台有可能是强台以上等级。防灾最后一里路就是在预警系统启动了后，民众应变能力，增强防灾教育甲民众沟通会更加重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